港圈大地震繼張柏芝小人子正臉曝光，生父疑雲引爆全網後，另一樁驚天大瓜再度炸穿娛樂圈。久戰20餘載，復合11年的風飛戀正式宣告徹底玩完深夜的香港紅磡碼頭，燈火昏暗，海鳳夫妻謝霆鋒獨自一人坦坐在碼頭石階上，身前散落着10幾個空酒瓶，渾身酒氣熏天，髮絲凌亂，早已沒了往日的頂流鋒芒。鏡頭下，他時而仰頭狂灌烈酒，時而雙手抱頭崩潰痛哭，甚至對着漆黑的海面瘋狂嘶吼，聲音嘶啞破碎。我錯了，我全都錯了，11年全是假的，模樣狼狽不堪，看得人揪心不已。而與此同時，有網友爆料，王菲現身北京某私人佛堂，全程面色清冷，一言不發，在佛堂的留言簿上，用清冷的字跡寫下此生不復現5個字，筆鋒凌厲，字字決絕，沒有絲毫留戀，徹底斬斷了與謝霆鋒掌撻20餘年的恩怨糾纏。其實，風飛戀走向破裂，早有預兆。近半年來，關於兩人分手的傳聞就從未停止過，只是每次都被雙方團聚否認，甚至偶爾放出幾張模的同框照片，勉強擁持着低調上手的假象。早在2025年4月，謝霆鋒在香港啟德體育場舉辦進化演唱會，王菲低調現身支持，兩人時隔多年再度公開同框。謝霆鋒旋特意將舞台燈光調為王菲最愛的紫色，獻唱定情曲《玉蝴蝶》並改詞加入王菲不可。台下的王菲翩然起舞，縱現少年般笑容，彼時全網旋在感慨風飛戀細水長流，真愛經得起時間考驗。可誰能想到，這看似甜蜜的同框，竟是兩人最後的體面。轉折發生在張柏芝最新採訪曝光後，張柏芝罕言談及小人子張禮成，公開其正臉近照，眉眼與謝霆鋒相似度高達99%，一句他像極了他爸爸，全背跟着霆鋒的視頻學打拳，直接將小人子生父是謝霆鋒的猜測推向頂峰，也徹底打破了風飛戀的平靜。據悉，王菲在得知張柏芝採訪內容，看到張禮成正臉照後，情緒徹底崩潰。作為一個虔誠的信佛者，王菲向來追求準遂與自由，她可以接受謝霆鋒有2個人子，可以接受兩人不分同居，但絕對無法接受謝霆鋒背着自己與前妻偷偷生娃，甚至隱瞞了整整8年。有知情人士爆料，王菲第一時間聯繫了謝霆鋒，質問他張禮成是不是他的人子，質問他這8年是不是一直在欺騙自己。可謝霆鋒面對質問，始終沉默不語，既不承認，也不否認。這種逃避的態度，徹底點燃了王菲的怒火，也讓他徹底看清了這段感情的真相。兩人爆發了出道以來最激烈的爭吵，爭吵中，王菲徹底撕破臉皮，細數這11年來的委屈與不甘。我陪你走過低谷，陪你擺脫謝賢之子的標籤，陪你經營事業，可你呢？你背着我和前妻偷偷生娃，把我當傻子一樣欺騙我們，越好的靈魂契合，越好的自由雙手，全都是假的。你只是把我當成你雍池形象，收割流量的工具。而謝霆鋒在爭吵中也徹底破防，不再掩飾自己的真實想法，兩人互相指責，互相謾罵，將這11年來積壓的矛盾與不滿全部爆發出來，昔日的心情與默契蕩然無存。最終，王菲出門而去，留下一句我們到此為止，再也不見，徹底斬斷了與謝霆鋒的所有聯繫。爭吵過後，謝霆鋒陷入了無盡的愧疚與崩潰之中，於是便有了深夜紅磡碼頭買醉的一幕。據現場目擊者透露，謝霆鋒從深夜11點多一直坐到凌晨3點多，喝了整整10幾瓶烈酒，期間多次崩潰嘶吼，嘴裏反覆念叨着王菲柏芝孩子騙局等字眼，甚至一度想要跳海，被身邊的助理死死攔住。他當時狀態特別差，渾身酒氣，眼神空洞，一邊喝酒一邊哭，嘴裏旋喊着我對不起王菲，我也對不起柏芝，我更對不起孩子，然後對着海面狂吼11年，全是假的，我就是個騙子。目擊者回憶道，我們勸他回去，他根本不聽，旋把我們趕走，一個人坐在那裏，特別孤獨，特別狼狽。而王菲在與謝霆鋒爭吵後，便獨自前往北京某私人佛堂。作為多年的信佛之人，佛堂是他最安心的歸宿，也是他宣洩情緒的地方。據佛堂工作人員透露，王菲當天全程面色清冷，一言不發，焚香祈福後，在佛堂的留言簿上寫下了此生不復現5個字，字跡清冷，沒有絲毫猶豫。寫完後便轉身離開，再也沒有回頭。
有人拍下了留言簿的照片，照片中此生不復現5個字，筆鋒凌厲，力透紙背，看得出來王菲是真的下定決心要與謝霆鋒徹底斬斷所有牽連，再也不上演。而這5個字也正式宣告9戰20餘載，復合11年的風飛戀徹底玩完，再無挽回的可能。消息曝光後，全網譁然。曾經被無數人羨慕的世紀情侶，曾經被奉為真愛範本的風飛戀，終究全是沒能逃過現實的考驗，以最狼狽、最決絕的方式畫上了句號。而隨着兩人撕破臉皮，這段11年的心情背後，那些不為人知的交易與算計，也漸漸浮出水面。說起風飛戀，相信很多人都會感慨兜兜轉轉全是你，感慨這段跨越20餘載的感情，歷經風雨，終究全是走到了一起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這段看似刻骨銘心的真愛，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精心策劃、各取所需的驚天騙局。兩人的緣分始於上世紀末。1999年，年近19歲的謝霆鋒邂逅了30歲的王菲。彼時，王菲早已是手握金曲的樂壇天后，性格清冷，自帶傳奇濾鏡，是無數人的偶像。而謝霆鋒是星二代出身的叛逆少年，集吉他、飆車、紋身，渾身都是桀驁不馴的鋒芒，卻也被王菲的清冷與洗脫深深吸引。2000年梁朝偉姜公宴後，年近19歲的謝霆鋒被媒體圍堵，身旁的王菲主動牽起他的手，造就了世紀牽手的名場面。這場相差11歲的姐弟戀瞬間引爆全網，他們不顧公司反對，不顧外界的流言蜚語，穿着情侶裝出街，紋下同款紋身，在鏡頭前毫不避諱地擁抱親吻，用最熱烈的方式宣告着彼此的愛意。可這段熱烈的感情終究抵不過現實的拉扯。年輕的兩人都太過自我，太過叛逆，加上媒體的過度追蹤、頂包案風波的影響，以及張柏芝的出現，這段感情很快就出現了裂痕。導演王晶後來在節目中透露，張柏芝在拍攝《老夫子》期間，謝霆鋒手指受傷，張柏芝每晚堅持為他塗抹藥膏，這份直白又執着的喜歡，讓本就搖擺不定的謝霆鋒陷入了兩難。2002年，謝霆鋒與王菲正式分手。之後，兩人各自踏上了不同的人生軌跡。謝霆鋒轉身與張柏芝走到一起。2006年在菲律賓秘密結婚，生下兩個人子 Lucas 和 Quintus。而王菲則與李亞鵬相戀結婚，生下女人李嫣，嘗試扮演好李太太的角色，逐漸淡出歌壇，跟隨李亞鵬參與公益事業。可命運似乎總是充滿了巧合，兩段婚姻最終都以失敗告終。2012年，謝霆鋒與張柏芝因性格不合，信任破裂，正式離婚，兩個人只由張柏芝獨自撫養。2013年，王菲與李亞鵬也結束了8年的婚姻。王菲在微博留下保重二字，徹底看清了被束縛的生活，終究不符合自己追求自由的本性。2014年，兩人被拍到在北京公寓共處4天。謝霆鋒連續4天為王菲做飯，被網友戲稱刁夫行為，世紀大復合的消息瞬間震驚娛樂圈。彼時，兩人都經歷了婚姻的失敗，都變得更加成熟。他們不再高調秀恩愛，而是選擇低調相守，對外營造出靈魂契合、無關世俗的深情形象，被無數人奉為成年人愛情的範本。可很少有人知道，這場看似破鏡重圓的復合，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各取所需的交易。彼時的謝霆鋒剛剛與張柏芝離婚，背負着冷漠渣男的罵名，事業陷入低谷，急需一個正面的形象挽回自己的口碑。而王菲離婚後雖然依舊是樂壇天后，但熱度大不如前，也需要一個有話題、有流量的伴侶，擁持自己的曝光度，同時也需要一個靈魂伴侶的標籤，契合自己清冷洗脫的人設。於是兩人一拍即合，開啟了這場長達11年的真愛騙局。他們對外營造出不婚不育、經濟獨立、靈魂契合的相處模式。謝霆鋒為王菲學做素食，克服過敏體質陪她養貓；王菲則陪伴謝霆鋒健身，參與公益活動，默默支持他的演唱會。媒體多次拍到他們遛狗、逛超市的日常，被評價為把偶像劇過成生活。可這一切都只是表面現象。私下裏，兩人早已達成了默契，互不干涉對方的私生活，互不牽扯對方的利益，只是在公眾面前擁持着深情相守的假象，各自收割流量與利益。
謝霆鋒借助王菲的天后光環，挽回了自己的口碑，事業穩步回升，風味品牌估值暴漲，電影、美食事業雙線開發。而王菲則借助謝霆鋒的頂流熱度，擁持着自己的曝光度，偶爾推出禪曲，依舊能橫掃榜禪。天界演唱會門票更是一票難求。更讓人震驚的是，有知情人士爆料，兩人復合的這11年，一直是分房而居，甚至很少見面。所謂的低調相守，不過是為了應付媒體，欺騙公眾的謊言。他們平時很少聯繫，只有在有活動、有話題的時候，才會刻意同框，營造出恩愛的假象。私下裏各自過着各自的生活，互不打擾。而謝霆鋒與張柏芝在離婚後，也從未真正斷聯。謝霆鋒每年給張柏芝和兩個人子的撫養費高達數千萬，全經常抽出時間陪伴兩個人子，甚至通過自己的人脈給張柏芝提供資源和幫助。更有港媒爆料，2017年張柏芝懷3胎期間，謝霆鋒曾多次偷偷前往張柏芝的住處，深夜才離開。而張禮成就是兩人離婚後偷偷生下的第3個人子。